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台姐姐。忙至整整1个半号头，年夜饭总算忙结束了。今朝我要做个头一桩事体，就是拿我12年之前买个电脑倒脱。头一年做年夜饭，侪当子同店买的，整整5000块洋钿，是我当时辰光2个半号头的工资。埃个是买电脑搿日子的，当儿子一台拍个照片，18岁个3类面孔了，聚光对哇，按只显示器。闪闪发着那大灵光，总归比兰兰少年工龄的进步致富噻，所以现在先包了海。否则兰兰转来肯定生我，男子吃过枪战。搭电脑比起来，就屋里向历史最悠久的物事，也熬上我个背高。长城包电风扇，沙发浪个慢筋腿，兰兰讲个发烧出动出来，飞一声倒脱。再来看看阳台浪个爱情衣裳，我做新娘娘辰光织的，26块洋钿，发变形发起全，连胸口里个花粉得脱，看上去织得甚至结婚不粉底。衣裳下头是兰兰个码，10双一堂，从来发冷的。面盆里向凹干，电脑先搞一搞，现在我要出去一趟。新年好，10张毛饼是吧？我知道这不能吗？好个100块。哦，好，那我先走了啊，再见再见。哎哟，真个快个，红班已经发得来着，毛饼拿脱，现在我要去办更加重要的事体，园区行政服务中心单子。但我跑得一场上，来我再单记着，所以这还等。别个地盘，现在去复印。你认识我的？哎呀，多少钱？不要钱，免费的。哎呦，领个。为这没孩子100块洋钿，现在去拍照，啊，我得再免费个。也跑得着，总算让我再把动作走一走。哦，耳朵也露出来了。照片拍好，重点分用脱。按照是体验来着，天真照片我要思考到外头去拍，一番睡觉，2番照。现在跑第3个单了，气喊，总算让我走。上午来不及了，你下午2点开始。好，回收好，洗得清。走去之前，先送了一打他一张更加重要的电话。喂。哎，你好，请讲。请问你那里是不是有月嫂服务的？哎，对，是的。那么我大概12点钟左右过来咨询一下。豆皮我得咕噜接，现在先寻个地方吃中饭。精神领地中心3月份来着，等吃酱骨头。豆皮我去思维受影响，但我非不里都好好骗子自家分国上。吃饭之外，到家政服务中心的人去赶男子，豆皮我样嗨吃，几个这是。清汤光水哈一哈，3年份吃面膜是费，磨牙棒，吃膜位于一半肉，不是啃不下来，谁是啃不着，还可以分1袋来，这还倒脱。我头一饭吃好，现在马上赶得去执行这3个事情。前方100米直行。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这个收费问题。第1个月他肯定要产妇孩子一起弄，第2个月开始呢，他就只要弄孩子。收费价格是一样的，月子里面的孩子基本上睡觉的时间较多。根据我自己的经验，只要正常饮食就够了，孕产不要他做，是不是就这个收费可以降低一点？都一样的，13800、16800、18800、不是21800，区别就是月嫂的服务经验。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他的工作经验呢？你说他9年3年，那我怎么判断呢？这个是我们公司来判断的呀。哦，那这个月嫂是本地阿姨还是外地阿姨？外地。因为我们家呢，就是这个地方比较小，这个阿姨对东家的住房条件有没有什么要求的？这个没有的。如果我们敲定了要弄这个月嫂的话，那我们要提前多少来签合同啊？3个月，预付款50%，付2万6就是。哎，对。那如果我付了2万6，你们跑了怎么办呢？人去楼空，我到哪里去找你呢？现在这种事情太多了。